哎，hello。晚安。小学的时候是因为养独角仙的幼虫要换土，所以2个月我爸会开车来一次。对，后来国中我学会搭捷运，我就每个礼拜6就自己跑来。然后到高中，我为了这间店，我考在附近的阳明高中，就是我放学有空，我就可以跑来这边跟大家聊天这样子。这是阿文老板，对，宠物房的老板。老朋友，对，他以前都是下课来就在这边。他如果精神好的时候他就会看那个附近的废弃的人会丢外面，他再把它拿进来，然后开始想说要做什么东西，然后先画一个草图，然后再开始剪。对，然后每次剪起来之后就是让我们很惊艳，哇，这个比例怎么这么棒啊，这个很完美。然后那种比例好像就是天生的，他就不用特别拿那种比例尺去1比1去把它做出来。对，而且它是可以把它放大的，放大比例还不会跑掉。这一次是国中的时候的作品。对，那个时候我记得就是那个10月10号连假完之后，他带过来送我。对，最可爱的地方在这边。2008，我那时候连时间都会写得超细。国中觉得时间很珍贵，因为你大部分时间在读书嘛。对，所以每个时间都分得很细很细。你什么时候要读书，要洗澡，要考试，要起床，然后到学校，那都分太细了。所以以前的那种时间观念就会觉得要记录得很详细，这样。大家有兴趣的话，会来找我聊天。对，然后我就是用做作品的方法去跟人社交，就让别人觉得，我在干嘛，然后会想跟我讲话，因为我比较难自己主动去说话，我需要别人跟我讲话，然后我就会回答。我小时候是这样子，对。这是我以前高中的作品，那这些作品都是在店里面现场做的。就是每次放学来，然后会有朋友说：“你会不会做独角仙？”然后我就当天把独角仙做完，对，那变成我的人生中的一个作品集。这只超大的，我很怕摔到它。它被勾得很痛，因为它脚爪很利，他们就故意弄它，它就抓很紧这样。虫魔坊是我纸箱创作的起源。如果小时候没有来过这边，就不会有今天的我。